埋邊萬事靚就冇位喎，中間勇進當鋭追緊，妙玲龍片嚟片去都追緊，出邊位置仲有馬有雲，大外檔係旋風飛揚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妙玲龍仲係佔先啊，外邊咧旋風飛揚逐步逼近，第3位仲有飛躍精英，第4位外邊呢就係長。好啦，最後200零米咯，顏色王子仲係佔先嘅，萬眾開心外面追緊佢啦，出邊有妙玲龍上啦，內欄打上嚟嘅馬咧，仲有呢隻咧就係童滿滿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埋邊童滿滿傳咗上嚟，外邊位置妙玲龍，中間係顏色王子，接近終於第1名，相當近啊！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銀刺勇士咧仆下拋嚟咗1個身位㗎啦，金運來響第2位啊，中間本能追上嚟啊，最出有紅桃新星啊，內欄嗰邊仲有隻起眼光，中檔位置咧就電玩精英啊，最後100零米銀刺勇士閃之，金運來起勢追緊佢，接近終點，咁啊銀刺勇士都係導先啊。跑第2名嘅馬呢，就金運，前面放馬呢，就係呢隻建測群英啊，碎渣呢，就走咗上去啦。內欄第3北海道第4位後無來者，內欄第5專登第6位黃衫黃毛有色光輝第7黃黑戒仔3大力猴王啊，後啲嘅馬啦，街福區啦，攞出去外邊嘅話有1隊，分別係本領非凡大外檔呢，就係呢隻真金奪冠啊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建測群英拋嚟啲個幾馬位㗎啦，見到中間位置係北海道追佢啊，後邊嘅馬中檔位置有街福區啦，咁啊碎渣啦大。我當真金奪冠上嚟嘅勢都相當好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咁啊見到中檔位置街福區咧已經係上咗嚟，出邊有真金奪冠追，入邊呢建測群英贏馬嗰筆係街福區啊！去到對面直路尾接近呢個600米段處啦，前面都仲係建測群英啊貼欄放嘅，志旺財一路跟㗎啦。第3位有奮鬥輝煌，內欄第4江南勇士，第5位外邊紫色衫論文啊，內欄第6仲有追風，後邊嘅馬啦，凡凡有餘啦，多利神區大快步，尾3精算謀略，尾以灰色衫攞出嚟試跑得包咗落尾嘅馬，仍然係風雲嚟嘅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建測群英放得好順啊，拋嚟咗個幾身位㗎啦，志旺財響第2位，外邊有奮鬥輝煌追，頭入邊上嘅馬咧仲有追風啊，最出嗰邊仲有隻凡凡有餘啊，最後100零米建測群英咧仲有1個馬嘅優勢，外邊凡凡有餘一路衝緊上嚟，入邊多利神區，最出嗰邊仲有試跑得，接近終點相當接近外邊，凡凡有餘。終點前就上嚟同埋邊嗰隻建測群英就雙到終點要影相嘅。好啦，最後直路前面佔先嘅話就寶城之星啊，外邊德意佳作個勢相當勁啊，最出仲有隻啊本領非凡啊，埋邊位置就美麗歡星啊，中間追啲呢仲有紅海勁同埋同寶寶，最後100米本領非凡外邊將呢隻呢就德意佳作冚過咗啦，第3名美麗歡星，第4名呢好接近喎。因為佢要時間撻啊，佢唯有早啲撻，咁但係早啲撻就要轉彎嗰度發力，就要走咗外碟。咁田泰安又爽啦，係攞咗個中間位置上，咁佢發力比真金奪冠早嘅。專登都好早收啊！本領非凡點啊？冇位啦，而家移動晒㗎。呢度冇嘢。呢度都未有問題啊！開邊收窄咗啊！拉斯呢幾步冇騎唔到啊！風繼續出有少少埋嘅。等入邊呢，咁啊仲有起行啦，馬林後邊先叫啲天下寵兒金多喜啊！最後300米到啦，跑得好快，仲有1個馬位優勢，中間追上嚟嘅嘛，有順善寶，出邊星火燎原啊，後多層仲有金多喜，最出嗰邊係運來五寶嚟㗎，最後100零米，星火燎原佔先，順善寶第2位，出邊運來五寶衝上嚟好勁啊，接近終點星火燎原贏啊，跑第2名，運來五寶呢，就喺外邊追上嚟。咁啊埋邊係順善寶，中間夾住金多喜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咁啊呢隻星火燎原，寶曼贏翻場啦！外邊呢隻運來五寶都追好多，跑第2啊！順善寶近鏡埋邊嗰隻咧就顏色勇士，順善寶咧今朝就考個眼罩嘅，咁啊顏色勇士不斷都要少少質嘅，咁啊走勢就麻麻地。跟住進翼快車揈咗佢啦，連埋大眾福星、大潘細潘一對外邊追。咁神志又點啊？喺個內欄嗰度跟住啲好耐嘅佢，捽咗好耐先撻得着。
前面步速一快啊，連之前啲冇乜走勢確好勁，出面都又追一下。誒榮進大道咧啱係咯啱啱都見到。後邊咁啊，有至高心得啦，中間位置追有包裝創新啦，外邊呢就勁好運啊！薛馬林入邊上呢，仲有隻黑桃火箭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就非凡豪傑啊！中間有至高心得啦，黑桃火箭衝上嚟好勁喎！最後100米，非凡豪傑拋離咗半個身位，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嘅話，噏上噏落啊！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確好勁，走甩咗少少咯喎，中間拍住嚟到有觀眾之力啊！呢個時候綠野飛馳上緊嚟啊，外邊位置追仲嘅非凡浩傑，最出藍衫係一定超，馬林中間仲有大浪淘田啊！最後100零米，綠野飛馳透出咗，外邊追緊佢，非凡浩傑有機會過埋佢，後邊嘅話仲有大浪淘田，出邊一定超，接近終點，非凡浩傑贏出呢場賽事，綠野飛馳第2。